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那么，咱来读王雪红老师的第二本册，咱来读读。王雪红老师的第一本册是《我咧唱歌》，本册是《阿乌的鹅油》。因为王雪红老师是叫啥？师大文所博士，摕到证书，然后伊嘛伫咧2011年的款嘛，我袂记错，伊嘛是。台语认证考试，教育部台语认证考试专业级的，因为目前，教育部台语认证考试摕到专业级的，迄个数量证书无甲200张，敢若100通张，甚至可能连150张都无哦。所以要摕到专业级的，毋是遐尼简单的。当然有当阵啊，高考试无一定高讲话，就敢若伫学校内底，高考试无一定高做人。无要紧，反正王秀老师伊的迄个啥学问真饱啊，等于是或者啥，自细汉就是台语人就对啊。所以咱来读伊的作品是不哩啊好。我会讲的不哩啊好，就是尤其若准讲有拍算要参加教育部的考试的，我感觉即迄个啥，伊的文章，王秀老师的文章是不哩啊适合来读的，所以我是先伫咧确认打王秀老师一本咱来读的册啦，然后我甲伊打伫咧顶悬的连结，我毋知share了敢有即本册，或者是去借即本册，因为即本册有电子版，还未借着。伊或者是我毋知你有咧群组内底无？因为3年的迄个群组内底有当阵啊，伊会分享啦，免看。有当个囡仔，还未看到。所以我就讲，即本册因为就讲迄个啥，即摆台文册大部分拢会有纸本册以外，佫有有声册还是电子册。两个有可能敢若一个，嘛有可能两个拢有。可比讲，王家华迄本，我随你尽量，伊就是有声册甲纸本册。王秀老师即本册是有电子册，因为册部分伊家己就加 QR code 有声音。进前咧读迄个立会显示，伊就是有3种形式嘛，就是有纸本加 QR code 有声音。然后嘛有电子的，因为即马真正可能要看电子册的人，敢是愈来愈侪，我毋知影，因为我无咧注意着讲即个叫做起草如何。总是台湾人哪来哪少看册，即条代志敢若是真做一个事实，因为即种或做啥，平均每一个人读几本册，即个消息也是即个。信息敢若拢一段时间就有人会去公布，还是有人不时咧做问卷嘛？因为这个问卷还是这个问题，搭地大细细，上大就是到底要统一还是要独立，上细的问题可能就是讲，你到底有是咧使用什么语言啊？无？这相关的问题上，应该是拢有袂少单位或者是组织，甚至。反正就是有一寡民调的公司，因为着可比讲要理解了解台湾的一切，也是安怎会有这个问题嘛？所以当然我已经真久无看到，可能我无去注意到，或者是我毋是迄个可爱的，无去注意到讲到底现主是台湾人读册迄个频率数量到底偌济，我毋知，因为在过去我所注意到的是，敢若。日本人是每一年每一个人平均一年读24本册哟，是毋是？24本还是比24本我袂记错。台湾人在迄时阵我看到的，敢若平均每一个人一年敢若平均读无2本册，我袂记错，反正我伫个数量差足多就对啦。所以台湾即个册的起草无遐好嘛是。有真侪因素啦，即几年啊，过去即5年、10年，即种娱乐还是
会使甲时间占掉的媒体媒介愈来愈侪啊，所以读册人可能就全变较少。当然，我那嘛是有人有真兴趣啊，准讲是你做学生囡仔，有的人嘛是除了教科书以外，伊嘛是会去读遐英册啊，所以这我嘛毋知。好啦，反正我就讲啦，都喊来拄好，时间来拄好，台北时间啊，毋是9点至10点，做伙来遮读寡册。啊若9点进前，随便讲剩几分钟啊尔，伊我就讲，即个开花结籽即本册，即本小说，我特别欢喜啊！啊，后手搁几分钟的时间，我换咱继续读落去啦。啊，迄个小罗无册通好读即个部分，无就是来。我等你先读你的，我想办法起来山顶看有册无。好 ，OK， 安尼我就几分钟的时间，可能等第2个、第3个，吼，你是第3个来，咱就来读王小老师一本，咱来读到59篇《山明水秀》，无忧愁。啊，我读我即个开花结籽即种可能一半尔，好，读过，好，来，往听。因为头前你讲到，迄个玉兰甲松原可能无小心斗着，还是安怎呢？1997年8月18日，拄当有一个号做温妮的风台伫台湾北部上陆，平时风，青光雨，大甲会惊人，规片起伫山坪的别庄，或者林肯大郡的社区，虽然有悬规蛇的冻土墙画伫厝后沟，嘛袂堪伫土果石头，亲像水墙安尼浸拼落来。墙围甲厝地伫风雨上头的时阵，袂输拄着山崩地裂安尼，一声就倒甲歪果刺错，亲像互炮弹碰着安尼。规片瓦山的社区，找无一间是好的。地上的有8通个，现死的2尾个。真歹运的是玉兰就拄好死伫遮。迄年伊35岁，实在也真无写实。隔工，官厅的消防单位请大台路途机，搁动员真大阵的阿兵哥来救灾，甲土果甲石残一沿爬开，随经甲墙围拆门线，卡墙围拆门线，清土果。听候找着玉兰的时阵，迄时阵，松原甲美子拢艰苦甲济工袂食袂困，着。代志嘛毋是玉兰意外巧气就会准煞，也有病尾缀伫尻川后，爱扶互病才是忝。头一项是厝内囤规间的录影带。甲10通台 copy 的机器，做一届乌有去。第2项是搁爱传一赌钱去安搭玉兰的老爸老母，两个老的有带念，即届是天地惊灾，互玉兰无命，则无翘苦松原爱负责到底。安尼总切咧，含倒去的厝总算落去。了差不多500万。后来有听人讲，台北县政府请律师替灾民拍官司，要找建设公司讨钱，拖真侪冬，都还未判决。真正是歹年冬，食桂米。同迄年的11月，搁碰到松原有开一间违章的食品加工厂。互一个以早的员工放火烧厝，好伫工厂是起伫南港要去深溪仔叶贴的路边，无烧过紧，嘛无人着伤。较害是地下工厂原本就无去投保火险，煞着淋水，
家己顾无使。警方有查到放火的嫌犯，伊是一个瘦甲长寸铁的做事人，较有才调，提钱陪松原的。人若当咧说，政府啊，就生菜瓜。搁拄当迄当阵歌厅当咧掠色情的出版品，小连续足侪摆，有底无仔的来抄无版权，有砍卡着，有砍卡界着民风土俗的录影带，搁甲松原送去地检单位起诉，无到尾溜，人是无掠去笼仔内关。毋过罚款的钱额诚大，互松原强要踅袂得转，互松原强要踅袂得转，也有互警方没收的影带甲机械设备，拢同齐乌有去。出租影带的生意败甲土土土，银棍当袂顺。手头按甲鬼要掠去，凊头来店里讨笑的债主才一两个尔。晚年的时阵，煞比陪芳搁较济，互伊酸甲无路通去，就想要挖一窟土坑埋起来。所以真正叫钱逼着的时阵，真正是无依法啦。所以伊后壁是搁不离啊长，所以可能会使转来读咱的，而且拄好一个算康北的段落啦，所以转来读咱的迄个叫做王旭煌老师一本《咱来读读》，做一个记号一个。大家的朋友，我毋知你有来有一本册，我无确定，我定。伊即本册王旭煌老师即本《咱来读读》，伊是有迄个啥电子版的，用线顶就对啊，所以若有兴趣应该会使借着啦。若准讲你有方便借，伫台湾安尼。好，安尼迄个啥，看下啊，迄间审理敢若是处理做，伊敢若是电子册款，我无真确定，所以。因为我就讲王旭煌老师的文章是拢袂介长，总是现在读真紧。若要讨论，可能嘛有一寡字数还是啥，听个讨论一困而已。我先看下即个部分，处理一个物件，安尼毋知我着处理，我无确定。看下伊要处理。我咧迄个啥，有一个啥物背景声音伫遮，所以安尼透过迄种传出去，敢会是变杂音嘛？我无确定，歹势。对，然后看卖安尼我都处理。花几秒钟仔时间一个，看卖一个。但是我听一个声音，好像讲有兴趣，应该是。看卖啊，好 ，OK， 安尼听我来读。小罗，你看你有看到？你看会到未？你若看会到反射，相。读到第几啊？接要来读59篇的282页安尼。所以你若有看到，安尼是毋是？互你先读头前2段，有无？你若有看到，还是要读头前3段、4段拢 OK。已经还无第3个，我会使读后壁。59是山明水秀。对，山明水秀，我无确定洪秀老师安怎读的啊。我找着我的电子册啊。好，真好，安尼互你先读。讲咧读者读少，安全自在。安尼哦，有啥会晓用？互人坚强的印象，定
互人摕来以做查甫人，也是当伫面头前的挑战甲困难。山嘛，互人感觉足威风，会当出番。民间故事内底常常会讲着山神咧受气，规庄就会出代志。若想要得到清仙有灵气，爱渡过孤单的伫山内修炼。水虽然嘛有发威起歹的时阵，像水房山、小狗影，毋过甲山比起来，水较像温柔的女性。溪水的形是圆色岩这里是弯弯弯弯烟长嘿，烟长。会对环境变化找出路。若是海水，就较有大量高吞忍，会当海纳万川。除了温柔，水嘛有宽赦、溶解、去落屎的心理。所以伫电影内底，若看到伫水里洗肠，这肠。洗肠代表化解过去，代表安怎跳一个，代表化解过去甲心灵，代表化解化解过去，化解过去，代表化解过去甲心灵有提升。关山隔水，关山隔水，若像啥无对等，毋过伊嘛有斗搭。肉这是斗肉第7条。和谐的时阵，好，感谢。斗肉。来，保守大道进前名可能是别个吧。阮咧读王旭荣老师的第2本册啦，咱来读读。有网络版，有线顶版的，互我继续读。安尼，我读过下页，最后一段看卖啊，才后续就读吼。咱人的身躯肌骨若像山，互咱会当徛好正得人疼，会当踏伫四方的土地顶悬，头顶五彩的青天，会当互咱的身躯硬正有元气，迄美就若水。咱的身躯底有70%的水分，所以医生常常叫咱爱加啉茶，通甲咱身躯即块土地的垃圾变互清气，才会健康食饱哩。水水的花园有山有水池啊，水水的厝内，毋管是贼仔还是雕刻，拢有山顶的飞鸟动物，嘛有水里的虫鱼食物，唱出山水对大自然的乐曲。这是主人关伫清宫梦旷阔的世界，是建筑师对大自然找找和谐，是地理师调和乾坤阴阳，找一个互主人住起来会当出入平安、福气连连的所在。爬山的人更较了解山含水的和谐。大车路上山落行，拢是顺溪水的弯弯来行。细条山路行落去，一定会听到溪水声，因为山明水秀上自然，自然才有圆满，圆满才会互人心花开。好，最后一段你读，小了读。好，山是水上好的伴，虽然天地是用阴阳对立来创造，水对水，山对海，悲欢离合。离合，这大部拢读悲欢离合。讲袂煞的相对头。毋过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咱敢有学着山毋惊艰苦的勇气，学着水包容宽谅的智慧。敢有甲圆满藏伫心肝内向望。
用和谐过生活，甲人相对待。讲物融合山甲水，用游山玩水吗？游山玩水，游山玩水的好心情看世界。讲有真心感恩山明水秀无忧愁。好。我就讲，因为王秀老师伊即个是每一篇拢提供一个独立的 QR code，所以当然王秀老师的腔口是伊的腔口啦，因为有可能咱的腔口甲伊无相款嘛，所以可能伊的声音当然会使网参考，然后有一寡字可能是迄个啥，会使有腔口差，文白音的部分，王秀老师读的应该是无啥问题啦，大概是安尼。三年嘛来啊，阮拄则读的是即篇第59篇，山明水秀无忧愁。当然我无确定伊是读山明水秀，还是读山明水秀，因为水甲水应该是文白音的前差啦，这我无确定。因为当阵啊，但伊的文白音真正足复杂的，嘿，歹势我嘛抓袂出来讲迄个到底什么时阵要读文音，什么时阵要读白音嘛呢？这可能我无法度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我看有一寡字词拄则小落读的时阵，第二段水虽然冇发挥起歹的时阵，因为即个歹字当然是歹毒啦，歹毒嘛是即字，也毋过可能除了歹毒以外，大部分可能读到歹吧。你即个歹人，还是迄个啥苏明烟吼是啥？就是做历史的一个唱歌的嘛吼，歌手嘛，伊敢若有一条或者啥物善良的歹人吼，是毋是？因为讲伊做历史，就爱听到委托伊的人来讲伊的人生故事啥啦啥，叫伊还是请伊帮伊拍官司啥，所以就。你有听过吼？所以有一首歌也是专辑，就是善良的歹人啊。所以善良甲歹是对立嘛，也毋过确实有当初就是你要用啥物角度来看，就敢若进前咧读迄个1984迄三句话，明明迄两个名词是对立的，也毋过伊就是甲伊 A 就是 B 的即个句话甲伊斗起哩哦，真正，佫会使讲甲，互咱大部分的人可能。真歹一声就甲驳倒安尼，讲生者互伊无话通用，大概真困难。所以当然文字游戏，你要讲文字游戏嘛是会使啦，这种是 OK 啦，网参考吧。我毋知咱台顶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即篇文章差不多是一般的长度啦。看第迄个大家朋友，这啥？阿 C 吼。网参考，我毋知你有即本册无？王秀老师即本，咱来读读。伊嘛有电子册啦。然后我著讲一寡字词啊，因为咱过去无即个机会透过台语文来学习，还是来学知识嘛，所以即摆有一寡线顶的字词典翻译，那会使，或者是有想到应该。有一寡字词吼，会使找一个字词典，准讲你知迄个词的意思。因为当初一寡词吼，你甲查落去，无查毋知影，一查下原来即个词佫有即个意思。我最近在咧处理一寡文章的时阵，就有即种感觉啊。来，我讲一个所在好啊。282页下尾第2段，医生定定叫咱爱加啉茶，好。迄个，你敢有看到人咧做咧分享吼？伊讲伊细汉的时阵，讲啥？阿孙咧等去厝里，阿公嘛伫遐，伊就是咧啉嘛吼，就问阿公，阿公你要啉水无？即摆拢讲啉水啊，毋过实际上对讲台语的人分甲足清楚诶。水是还未行过诶啦，
啊兄过使啉啊做茶啦。当然，认真要讲，袂使无。若讲清茶，迄就佫敢若真正是泡迄个茶。啊，毋过你兄过迄就是茶啊。所以王秀荣老师伫遮写讲，所以医生定定叫咱爱加啉茶，通甲咱身躯即块土地的垃圾变互清气啊清气。啊，当然啦，真正泡的茶有色水嘛，有茶的迄个叫做茶汤，也是茶叶养出来迄个，迄算茶汤吧？也是咧讲迄叫做啥物？去分析啥物儿茶素茶的元素嘛，所以才会互迄个茶汤有色水嘛。啊，若原底是敢若兄过，咱要啉的水茶是无色的嘛。啊，所以伊遮强在毋是叫咱啉泡过的茶啊，是兄过的迄个水叫做茶。所以对台语人来讲，迄个茶有当阵啊，毋是看到迄个字面的意思，就敢若我真正看到有一个日本人伊来过台湾了后，然后台湾的朋友就带去啉者啥物物件，啊就真介意。啊，毋过伊就讲大部分的日本人拢无咧接受，啥物个冬瓜茶。日本人讲哈，冬瓜茶啊无茶味啊，啊无安尼甜甜尔尔啊，所以有当即种对咱来讲，茶含汤也是迄个水是有真差的。啊，毋过即马无法度啦，就是拢已经叫做啥？字面的意思，或者是对语言语境的理解已经含过去，甚至含中世纪开始产生真差啊！这是这边王秀老师这边三明水秀无优秀，我无去听声音若歹势，所以有一寡字音可能就爱确定，爱听王秀老师的伊读念的音，做一个主要的参考。啊，当然，那因为腔口的关系，你有你的腔口，王秀老师的腔口可能含你含我含咱无一定相像的，这你家己可能有当爱知影。啊，要安怎确定？当然就是透过教育部字词典去查，因为教育部字词典虽讲讲无一定逐字拢会受腔口差，啊，毋过你至少会使查看卖啊。原则上我所知，王秀荣老师读念的音，因为王秀荣老师就是伊就是叫做啥？啥？台语的 Google 小姐啊，甚至即两个日啊，我伫坐公车的时阵，敢若台北客运甲首都客运的迄个报站名的台语的声音，就是王秀荣老师的声音。公车的部分啊，我知影是即两间，台北客运甲首都客运，敢若是安尼。其他客运公司我无听着，我毋知。啊，坐运内底的声音敢若是别人，迄我无确定。我敢若知影，我听着即两间客运公司的 bus。公车顶悬的台语站名的声音是王秀荣老师的声音嘛呢？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迄个相，我毋知你手头有册无？啊，3年你都无读着，要读一个吧？还是含即个数 C 还是C 吼 C 吼，我要读一个无？数是三明水秀，无忧愁，甘心。对，这篇嘿。安尼。3年你是毋是电子册？啊，迄个确了有啊吼 ，OK 好啊。我无确定啊，C 伊敢有手头有册方便无？你若有方便是？群组有啦，你若有。群组有晓 ，OK。敢有我处理一下，安尼3年，互你先读这篇，好无？放学了啊，那变放学，你读去顶一篇会款哦。放学敢是顶一篇，还无顶2篇啊？即摆是282啊。有，这是咱互人坚强的印象。定定，互人摕来比做查甫人，也是总是头前的挑战甲困难。
山嘛，互人感觉足威风，会当切换。民间故事内底，常常会讲到山神底受气，规庄就会出代志。若想要得到新鲜有灵气，爱渡过孤单伫山里修炼。水虽然嘛有发威气歹的时阵，像水帮山小倒影，毋过甲山比起来，水较生温柔的女性。溪水的形是以弯弯偏长，会对环境变化找出路。若是海水，就搁较有道量后吞润。会当海纳万川，除了温柔，水嘛有宽恕、谅解、去垃圾的心理。所以伫电影内底，若看到伫水面洗肠，代表化解过去甲心灵有提升。好，好，感谢啊。来，阿C，你有法度读无？你有看到迄个电子的？有，真有声。我那个环境，我即马咧想做一点咖啡。好，无问题，安心自在。好，安尼，伊拄只，真声伊是断咧停咧安尼，敢若无讲真清楚安尼。按下，好 ，OK， 无问题，安心自在。拄只你读，其实我咧读的时阵，我有想着，啊，毋过我无做记哦，所以拄只珊妮搁读的时阵，我就想着一个词，也是迄个啥，小罗你要读无？后壁的部分，对，拄只是互你读头前嘛，是毋是？我读后壁嘛，安尼，互你接续咧读，看你读侪读少，你家己拍算，然后读完再搁来讲两个所在。然后找一个，食饱字后壁。那有100字，282字啊！100字迄段互你读，啊，搁顶悬迄逝也未啦吼。哦，关山加水吗？对。若像食无对到，毋过伊嘛有倒过来啊。倒吧，伊有拄解嘛吼。倒吧乌海的时阵，咱人的身躯肌骨若像山，互咱会当翘进一人听，会当踏伫四方的土地顶悬，头戴五彩的晴天，会当互咱的身躯硬正有活气。迄脉就若水，咱的身躯底有70%的水分，所以医生常常叫咱爱加啉茶，通互咱身躯一块土地的分数拼互清气，才会健康食饱字。这只你自动翻译啊，垃圾。当然，垃圾是形容词，啊，伊直接就是甲形容词当做名词来用嘛。啊，粪扫较像是真正的名词啦，嘿，无毋对。啊，伊是垃圾，你自动翻译啊。来继续。水水的花园有山有水池啊，水水的厝内，毋管是插蜡、卷轴，插蜡，管是插蜡也是雕刻，拢有山顶的飞鸟动物，嘛有水里的虫鱼植物，唱出山水对大自然的乐曲。乐器 GAK， 乐器。这是主人关你心中望空阔的世界，是更就是对大自然找找和谐，是地理书调和千分营养，找一个互主人带起来会当出入品
处伫平安、福气连连的所在。你搁读一段，你搁读一段，我上尾段对遮你读，我读。爬山的人，搁较了解山甲水的好害。大车路上，大车路，上大车山路，上山路行，拢是顺溪水的弯弯来行，弯弯。顺溪水的弯弯来行，细条山路行落去，一定会听到溪水声，因为山明水秀上自然，自然才有圆满，圆满才会互人心花开。好，我先甲你，我先好，上尾一段我读，我先甲你讲，迄个听着啊，你真就是拢家当做后壁无物件的读法。啊，即摆你可能爱注意就是，一定会听到溪水声。好。啊，伊若无着，一定会听到，你一定会听到。听到。嘿，你一定会听到，后壁无物件，啊，听到溪水，对。这有当啊，真正我咧猜想，敢会是台语无够熟的时阵就会安尼，我无确定。应该是听到。哦，听到会注意下好。有听到无？有听到吼，啊，听到啥？听到溪水声，安尼。哦，来做一段。山是水上好的伴，虽然天地是用阴阳对立来创造，火对山，火对水，山对海，悲欢离合，讲袂煞的相对头。毋过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咱敢有学着山毋惊艰苦的勇气，学着水包容宽谅的智慧。敢有甲圆满藏伫心肝内的愿望，用和谐过生活，甲人三对待。敢有融合山甲水游山？敢有融合山甲水，用游山玩水的好心情看世界？敢有真心感恩山明水秀无忧愁？这是这篇文章。啊，然后我拄仔来想到就是，迄个第一段，先讲第二段好啊。第二段尾着第二节，若看到伫水里洗肠，迄个肠字啊，要哪咧理解，要哪来解说，就是可比讲一块杯啊，一块蚵啊，你底咖啡啉嘛。若准讲，尤其迄块杯啊，迄块蚵啊，是灰啊白色的杯啊，你啉完咖啡，是毋是下底佫有一寡？怎么讲？残渣，还是一寡咖啡的迄个汤汁伫遐，放久了是毋是干去？啊，你要安怎洗？尤其若准讲你打啉完，你想要洗的时阵，你就是倒一寡水，你做迄个动作就是长。你还袂伸手落去扫，落去切，落去撸无，就是杯仔底遐物件，你先倒一寡水，啊，然后你甲迄个杯仔摕起来，水平安尼摇，互内底的水。会使顺迄个杯仔的壁，甲伊流过，互伊淡淡，甲迄个物件洗落来。迄个动作就是长，就讲你去迄碗长咧，你去迄个啥物物件长咧，就是有可能迄块杯仔、迄块碗、迄个汤啊、迄个啥物货，会汤仔底、碗底、啥物底，有一寡涂沙粉啊、一寡幼软的物件，你无需要用足大缸的水去甲呛，你就是用一撮仔水放喺内底，啊，然后摕起来水平，安尼小摇摇咧，迄个动作就是长，去长咧，吼，这是即个长。啊，当然洗肠就是去洗啦，迄个长伫遮洗肠，重点是咧洗。我是想长即个动作，要安怎去解说，要安怎去理解。过来就是第一段、第三段，定会讲到山神咧想起即条代志，就是过去迄种知识无够流传，或者是对大自然无够理解的时阵，拢乱去互山神，乱去互毋知捌的迄个叫做啥物无形的。啊，敢真正有遐尼灵舍，还是遐尼互人袂按算的，无一定吧？即几年啊，毋是讲在过去有啥物红衣小女孩，还是啥物山顶美女安怎拄安怎？毋过即几年啊，敢若变少啊吧？迄个时阵是讲啥物？行去到山顶买柳，行去到深山林内，因为拄着梦算，拄着啥，全无平安，甚至
迄个当事者惊一个香港，乌白行乌白撞，甚至乌白走，才全发生意外溜落去的，全就无命。啊，毋过即摆咧，即摆敢若较无啊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讲，即摆手机啊，即种通讯的设备哪来哪方便，哪来哪济，准讲无地面的基地台会使用，无嘛，佫卫星电话透过卫星嘛。尤其即2年啊，迄个啥 SpaceX 佫迄个台湾中华电信和英国啊，啥物所在，倒一个公司有合作嘛。万hiệu啊，啥我袂记得，就是有迄个低轨道的卫星，正做通讯用的设备嘛。所以通讯愈来愈好、愈来愈方便的时阵，迄种因为无方便，甚至无够理解的迄种迷信的状况，就哪来哪少啊。啊，所以到即马，若佫达不时要甲一寡无理解、无了解，还是无够清楚，怪互天、怪互地、怪互山神、怪互神，迄真正是也无是咧安怎啊？对无？即几年啊，伊讲今年发生75年来的大可汗，中南部敢若即2天啊，讲真正落大雨，毋过过去嘛偌久的时间拢无落雨，毋过无听有欠水呢。2024年还是2025年，讲偌久无落雨，怎单头单尾不了侪所在拢伫欠水，啊，就怎限制使用？结果为虾米今年明明是75年来大可汗，却颠倒无听到欠水的新闻？就是迄个叫做啥珍珠干的计划吼，珍珠串计划，伊单头单尾甲一寡水路挖好。啊，就是看倒位水有较侪，就送出来；啊，倒位有较欠水，就送过遐去用。所以在过去，因遐的人拢无去做即种较基础、较重要的工程，啊，煞拢达不时拢怪互天、怪互地、怪互，毋是因怪因家己，啊，就天公伯安尼啊，啊，着安怎啊？所以拢用迄种迷信的手路伫处理代志，无怪拢做袂好嘛。毋过即几年啊，至少即条代志，用水的即条代志，有看到珍珠干粿，我是改翻译做珍珠干，伊的汉字是写珍珠串嘛，啊，迄个串，以台语的理解，我是改读做干啦，啊，当然要读做文音嘛，毋是袂使啦。所以定定讲到山神咧想起即条代志，就是啊，就是过去，尤其是顶世纪迄种，佫迷信的迄个想法嘛，应该是安尼。所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，咱先来读后一篇，这个有啥物字词？伊的拄介有一寡字词，可讲对当，这嘛是拢，有时拢会讲啦。啊，硬正就是，伊这是讲啥？身体硬朗的样子，哦，当然就是身体真好势。按过另外一个反面的，讲即字哦，阿妈讲紧硬正，就是啥？什么头颈僵硬吼，敢若是个款，所以拢是定，拢是硬。啊，毋过就是讲身体硬正真好。啊，毋过若讲到阿妈困还是啥，就是头颈僵硬安尼。好，安尼咱就来读后一篇乌石蛋。乌石蛋是啥？细粒乌啊，细粒圆的乌蛋石哦，黑蛋石安尼讲。安尼来，小路你先读好无？我要读者读少个严白。偌久以前，无偌远的所在，台湾的东海岸有真侪囡仔休热，足无闲的。逐工除了拿鱼虾进伫海里，黏伫海岸，佮亲像野马走山片，找山片，找山顶好食好耍的物件。日头大，海风吹袂煞，公路两边边。花皮树，鱼皮吧，鱼皮树，阮是讲鱼皮。当然，即个词啊，单头单尾有足侪
足侪因为伊写有人是读B白，啊，阮是读二白，啊，听伊讲，反正我印象中二白即个词伫教典内底，敢若收不了济，足侪放音差的。啊，黄秀老师则是拄干两个，这是 B 白，啊，这是二白，安尼。二白树来讲，二白树，哈，迄是二白树哦，大叶兰。大叶兰，二白树叶啊，拔拔拔，看看看，草啊拍甲哒哒哒，鸡啊鸟啊透早起来，叫一阵啊，站，即个是站，叫一站啊，叫一站啊。叫一站啊，都热甲吼袂出声，空气是黏的，风是黏的，身躯是黏的，囡仔人都规去莫穿衫，这应该是莫穿衫，莫穿衫，放身躯的排骨堆，头壳的金光腿。甲日头相对，拍互乌金仔乌金，袂输即颗维亚的海边，才有的乌石蛋，喙齿白白，若天顶的云。搁迄两粒，这是 HIT， 迄两粒。搁迄两粒目珠大大蕊，像太平洋的海面。光光细细，海水清清水水。乌石大的囡仔，真是有一顶乌石大的光裤。这是一项，你足小心的。有一项，紧，带你来去趁读册钱哦，骹手慢顿，会袂富气哦。摇花声都若像伫广阔的，空旷哦，对遮有一个空旷，拄则有读，空阔的大海沉水啦，你大海淡水内，淡水内，较远嘛听有。好 ，OK， 三二读，感谢。有无三二有通读无？还是暂时无方便？来，李丽，有听到无？有声音，有。紧。迄段读过啊，后一段。李丽晓。对。李丽。李丽是李丽的名是因老爸号的。伊出世时，因老爸听到囡仔的吼声，夜头感谢天。头感谢地，外头看到壁架有一桶伊自细汉捡的乌石蛋，就甲伊的宝贝仔囝号做丽丽乌石蛋。望伊会当像乌石蛋共款，经过海印的艰难，活出特别的光影。呀。三叶三花啊，烟也是烟，恰硬光硬，望伊有管行到倒，总会想着故乡爱海印的声，手鼓乱溪头，有大粒那玉啊的石头，太鲁阁。有出名的大理石，东海花山拉铁搭有乌石蛋，数码鱼因小大，有心理人来先头讲要用钱收乌石蛋，一群囡仔拢走去捡乌石蛋内底，通斗读册时，捡到差不多的时。囡仔人就开始算了，搁一段时，好，看你。咱甲乌石蛋读做尖塔，伫上尖的所在放一粒海螺仔壳，看啥物人结着伫
海螺仔壳，大家就爱互伊一粒乌石蛋。好，感谢我读。白当头食补哦，有6个囡仔，10几蕊目睭，斟酌咧想迄粒海螺仔壳。有人等无着的时，边仔的人就大声拍扑啊。日头也是大。乌石蛋即摆甲因算煞，就会互人载伊去都市过生活。伊敢会想去故乡的日头？伊敢会想去故乡日头晒海花，海风吹山坪？伊敢会听到海涌的声？这最后就是咧讲用乌石蛋的角度来描写嘛吼，敢若是安尼是。当然头前伊无详细用啥物人的角度来看，就敢若最后对无？乌石蛋即摆甲因算煞，就等于是甲乌石蛋将做即个主事嘛，就会互人再去都市过生活。然后伊当然乌石蛋敢会想去故乡日头晒海花，对无？因去用桥啊，所以伫遐在等人桥嘛。所以这啥最后这段是算叫做啥？拟人化晓，拟人化，敢若是安尼。所以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我真正知迄个大叶染人树的台语叫做二白树啊。安尼种二白免讲树，干嘛呢？我毋知影。可要讲。芭乐树是生芭乐莲雾树生莲雾杨桃树生杨桃啊。当然，咱会讲遐有一丛木瓜，对无？当然是木瓜树嘛。所以树免讲。即马颠倒是大叶染人树，会台叫做二白树，所以二白树无生二白，听起来看起来是安尼。我无理解，我无确定。因为我是毋知影，今日进前我毋知影大叶染人树的台语是二白树。我本来想，二白，因为二白这个水果是真贵重，伊无好种，还是讲伊收成歹收藏，真容易就去靠箱。一靠箱你就无计数，或者是若无小心去靠箱，你搁运送无注意到，可能规烂去啊。所以二白。莲雾，搁啥物水果是讲上会少，爱少慎重，嘛价钱嘛较悬的。水蜜桃对无？迄个啥物拉山水蜜桃，迄个草莓嘛是气泡，当然嘛敢若有类似这种状况嘛，就是爱好好烧，你若无小心去磕着，甚至靠伤靠伤就交地。中文讲的啥，卖相不好，就叫用水计数嘛，可能是安尼。王秀老师，我毋知各位朋友捌读过王秀老师的作品无？就是伊咧写的时阵敢若已经练到一个程度了后，当一开始当然嘛爱做挑工咧，挑工哪？挑工去找道具，可能第一段上后壁，佮亲像野马走山坪，找山顶好食好耍的物件，所以山坪甲物件是道具的，就是迄个。野的音嘛，哀的音嘛，这种韵，这种道具，进前我感觉是听 podcast 遐是啥？因为王秀荣老师有一段时间，伊嘛有对人流行去录几集的迄种 podcast，当然每一项要义，而且是在行，也是搞错的代志，都无相款嘛。可能伊处理规界了后，就感觉敢若无趣味，还是安怎？我尾仔就无佫听到有较新的 podcast 的节目，还是声音嘛，都无啊。总是有一段时间有，所以迄阵我敢若是捌第一听到过，就讲迄个道具韵是无遐简单的。虽然讲咱读着道具韵的字句是会感觉足顺的啦，都啥读落会调白晓，敢若来讲，就是较好记啦。应该安尼讲，较好记啦。我想着翠荣老师分析，
嘿，就是 ROA，这应该就拢是在讲R文，哦应该拢是 R 文。第三本册，迄是王秀老师第三本册 ROA 二游。我就用老师在讲啊，就是伊的作品就是规篇敢若拢咧发展种现风，就是太温柔太就啊充满爱，而且因为我印象中，伊敢若就是讲啥物，我咧想，敢会是有一段时间伫学校内底有一个系统捌介入，迄个系统就是啥物福地校，还是啥物德福诶，都因为我听到王秀老师捌讲过，不哩侪人捌讲过，就讲了啥物归功念德还是怎样，我袂记得。反正就是甚至学校即马有啥物自动课，还是啥物有一寡类似敢若考核，啊听起来是不哩正面无毋对啦，啊毋过有当阵啊，就是甲话讲啊好听是真简单，啊毋过你要做甲到，真正是讲较快啦，讲较快啦，啊要做。讲这本册咱来考出来，可能伊的内容设定就是咧互人看，所以内底就是讲得正，我想要正，我看一个人，看一寡人生的改变。有可能，啊，过来你啊，声音敢若有当中会转来安尼，因为伊王秀老师即本咱来读的册，伊就是敢若是因为有人一直问伊讲啊，老师你写遮侪文章拢阮读过拢真好，啊，佫有一寡毋知要去倒找，因为王秀老师家己嘛讲啊，伊讲伊伫迄个啥，我咧唱歌内底有讲到伊，敢若迄阵当时的时，可能还袂50岁时啊，是安怎嘛？就讲，因为伊本来是教英语，啊尾啊加咧教台语，啊教台语的时阵，伊上面是想讲，带学生还是叫学生去参加比赛，啥有诶无诶？啊伊就讲，啊袂使敢拢叫学生啊，我拢无去比过，袂使，伊就怎变成讲伊嘛家己带头去比赛就对啊，所以就变成讲，迄个时阵就是只要有啥物比赛拢去比，有演讲比演讲，有朗读比朗读，有字音字形比就字音字形，反正会使比啥伊就拢去比就对啊。上面嘛是讲体验一下，讲伊到底是啥物状况，啊，才通去教互学生囡仔知。啊，所以伊就讲，伊逐拢去比，逐拢去做，啊，就是佮讲投稿嘛是啊，教育部有足侪迄种。佮讲啥物阅读闽客语即种系列的文章，当然即马无佮收啊啦。伊即马可能就是教育部用逐年拢咧订稿的方式去处理遮个台语文稿。啊，进前较早期的时阵，就是现主时咱会使看到遐个前辈，可讲黄文俊老师、陈安珠老师可能嘛袂少，林竹基老师嘛是有伫迄个教育部的书店内底有读念声音的，啊。迄个啥，早期拢是遐个，较现主时咱来看拢是老生角的人啦，所以迄阵投稿袂少文章啊，所以王秀老师就讲，伊即本咱来读，都是因为真侪人问伊，伊才想讲啊好，若无归去，甲伊捡活来啊，因为伊就讲，敢若是人要比赛，人要创啥要用，伊就怎有一个限制，迄个限制就是讲字数伤侪，伊就无捡啊，所以。即本册就变成伊敢讲是700至1000字哦，啊，若教育部拢读过，就是拢700至750字啊。所以王秀老师毋是敢若投迄个号做教育部拢读过，因为较早期也是较别位的文章嘛是，伊嘛去投就对，伊甚至讲啥物，迄投稿的稿费其实无算少，啊嘛无济甲会使趁大钱，啊毋过就是即种投稿得奖的稿费。嘛有改到帮赚着啥3天处理的开销啊你啊，当然我进前阮伫上迄个啥，我上教资的时阵，
嘛是有同学，就感觉王秀文老师的册，这文章就敢若真正，拢敢若伫咧不了水的范围内，就可能对着阿师所讲的，就是敢若无咸无鲜，也是讲迄个咸正，就是敢若伫足细范围内，无参像小说，也是讲散文遐尼较强烈的情绪，也是非常感动的是啥？就敢若较无啦，较想影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就是有一种你读册的感觉。是，所以我就是讲，迄个啥，因为7月教部的考试，我就甲伊当做要准备考试。我是毋知咱台顶台下的朋友，也是讲未来听到即段，要考试之前有人听到即段，敢是有要考试，我无确定啦。进前我是咧讲迄个啥，听讲去考一个 A1， 你知哦？因为我有报 A 卷啊，所以要去调讲考一个 A1， 毋是 A2 哦。所以迄就是爱甲迄个啥分数爱扎就好啊呢，扎一个无好，伤加就无及格啊，变 A0 哦。无扎就好势哦，也是无扎着，写一个伤欢喜，出落去就变 A2 啊呢。因为我是2023才去考 A2 的款，才去考 A 卷的款。嘿，我敢若考22我考到4万了后，23我才去考 A 卷，敢若是安尼。嘿，敢若是哦，所以当然 A 卷我就讲，原则上大人去考一定拢会过的啦。只是头届。若毋捌考过，我是感觉真正建议讲，会使考看卖啊。当然，即马袂赴啊，因为7月要考试，迄早着杂志啊，可能变成爱等明年度啊，或者迄个本较粗，就是报成大，因为成大报名费是价钱较悬啊尼啦。当然这，正如位老师来讲，你要办一场即种考试，一场是爱开超2000万啊。所以你若本无够粗的，或者是讲有政府机关赞助经费，你哪有可能家己办？成大是因为伊嘛听偌久，即几年啊有扩大到讲啥物新竹，甚至有一年迄个啥詹伟民嘛走去新竹考试吧。所以你看卖去考其他英语、日语、法语迄拢嘛1-2000箍咧。我要去考日语，迄敢若就1800啊！法语敢若是1500晓。足久之前我去考多语嘛，敢若1500、2000，我袂记得。所以其他语言的考试拢价钱拢遮尔悬的，台语迄是因为教部是政府机关的经费，而才通讲迄个啥半价优待250，原价是550吧。就讲啥物？伊有一个算迄算啥？临时条款还是啥物条款？就讲原价是550，为着要鼓励是安怎，真才收250，甚至未满19岁，阁免钱。当然，各位朋友是拢满19岁，毋过迄250等于是啥？减看一出电影，还是减食一顿青草的就有啊哩。若成大当然是价钱较悬啦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当初读迄个咱来读的时阵，我就想着，这是哪？咱还是出来，有一个不过咱读是，就是结婚甲无啊的，迄份的感觉啊，了就那个很贵，感觉很贵的，看着种外国出入的地方，所以开始问我。文章内底写着的啥物形象，发生啥物代是当然。迄文章内底啊，有一寡可能第一个意识啊，还是啥物，或者拢做正面的，是不？不过介绍迄个正学生个他诶写的迄种外国出入毋过换一个认真来讲，就是当咱的
语言能力的基础无法在的时阵，伊即种方式嘛，等于是互咱去思考，互咱有物件也是方向会使思考嘛，对无？即个有啥物物件，有啥物方向，还是啥物问题，还是你感想如何？就是互你家己有材料去表达嘛。所以我就讲，迄个啥，阮伫另外一个群组，伊相对较少年的想要练台语讲台语的，我就讲。迄个阿华西讲吼，伊敢若是家己掠，是讲伊敢若正式喙家己去学台语文，敢若是140几工才有才着用台语做面盲嘛。我就讲，要用台语做面盲，你无法度控制，因为大部分的人拢无法度控制要做啥物面盲嘛，甚至佫要用啥物语言来做面盲，这太歹控制嘛。大部分人拢无才调嘛，所以我就讲，要叫你用台语做面盲，你无才调控制，安尼细了应该会使吧。对啊，你家己看到啥物物件就开始讲嘛，用台语讲嘛，就练你的迄个表达的能力嘛，应该是安尼啊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敢有人要自头到尾念一解真诶，还是要准拄煞？你讲。哦，数据红嘿。就是应该同较少诶，迄个哦，歪歌哟，改做歪歌。老师就不知要歪歌。所以真正就是有当阵每一个人咧处理的时阵，伊迄个啥要讲啊，人设哦，敢袂啥你讲？就讲逐个人有伊的手路啦，总是对咱来讲，可能就是找到咱适合的迄个路数哟，敢袂啥你讲？系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伊较想要即个文章就是敢若较正淡薄啦。毋过我感觉对伫读念出声即条代志，其实安尼的文章是毋是伊其他的迄个声情，就较无需要遐尼丰富嘛？你讲你去读小说，你去读遐个散文，伊需要的迄个声情的迄个起伏是毋是就较大？吼，情绪，嘿，你讲，嘿，歹势。在个咧，迄个在开台语的配音。嘿嘿。毋过即个配音，即个敢是咧台中啊？是我那北部我袂记一道，还是我看到敢是毋是何信涵老师啊，向咧分享诶，是毋是透过中教台、透过倒咧分享讲，意思敢若我看到讲啥物啊？总算来到台中啊，迄个台语诶配音，台中嘛吼，安尼我无记毋着，所以即个部分其实每一项拢有咱会使学习的所在啦，所以若有兴趣，其实我感觉，当然多学甚至开销，看家己的材料嘛。一时之间就是暂时先莫紧食啦。嘿，请讲。公司咱去读个课，因为因就是我迄个啥物事，就是我迄个叫做啥物啊？优惠的介绍。哦，优待介绍安尼较俗。安尼就是话，若是配音公会咧开的课，就是介绍爱当学好的款。其实遐个师资拢是差不多人。哦，就是遐个人。台语台开的课，就会有较侪人去报，所以因就会太选。所以因为我是有熟在迄个因第一摆开课的时阵，伫台北市有。就是有经过因的筛选，迄个教堂去上，对。因是讲，迄阵就是马上是在疫情，就是经过筛选的嘛，拢是一寡啥物
什么台文所啊，还是什么怀疑要继续迄个可能还是无简单。就是但是会因公会就是他们是对，那就是都有差别的对啊，嘿啊，就是在第一场戏他迄个他个是爱情会台选会去用台选。而且会当其实。感谢阿思怡甲咱分享。反正我就讲，曾经有一个题目讲，正说第二通用语，吼，有人讲遐英语，所以有啥物实用价值、经济价值、升学的价值，台语坦白讲敢无，其实嘛是有嘛。所以我就感觉，对咱来讲应该是，咱若要甲一个语言学到真熟手。除了进入体制，你绝对爱学中语以外，你会使练到敢若属中语的语言的，大概是台语啊。你嘛免开遐尼济钱啊！你英语的部分无毋对，即摆资源足多，抑毋过实际上你爱开相对来讲较侪金钱，甚至爱搁开较侪心思，因为迄语言差甲尼济着，即摆严格来讲，中语、台语甲英语比较起来，认真讲，当然是台语甲英语，台语甲中语较小活嘛。而且佫是伫台湾即个所在啊，你甲英语学到手，你街仔路你要找谁讲？拄着外国人就甲伊讲。所以认真讲，迄是因为现主是咱大部分的人拢甲英语抱甲飞上天的地位啊。所以大家一直冲去嘛，毋过实际上讲一个较歹听的，现主是台湾人，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台湾人，去学英语的遐个时间有90%拢嘛无采去啊。毋过目前的体制，你就是爱落遐个时间、精神甚至金钱嘛。换一个认真来讲，若准讲落入去英语的遐个所有物件，你只要摕1成就好啊。甚至只要1成的人，对，去学英语的人有1成，落入去英语的经费、时间、所有一切资源1成就好啊，来学台语。即1成学台语的人，伊凡世内底至少有1成，台语会使学甲足好诶。现主是你甲看，以大学以下遮的囡仔几万，可能400万吧。我无真足算，我毋知影，对无？对小学1年啊，到大学安尼，等于几年？16年嘛。16年，伫平均会使到20几万。当然，今年出生的人口数可能反正无到10万啊。毋过，有伫读册迄个，搁要讲，即摆大学生4年啊，反正伊迄年是20几万嘛，所以平均来讲，即16年。学生的人口数上无是300万至350万嘛，300万至350万，我就讲1成就是35万，35万来学台语，35万的1成是3万5，这3万5的人的台语就会使透过这段时间的投入，伊的台语能力反正至少是 B2 以上的啊，这是现主是真不幸的是。25、30岁以下，敢有3万人的台语能力有材料 B2， 凡是连 A2 就有困难。所以这是整个社会对台语这个语言的态度有真大的调整的空间伫遮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踮咧想尔啦。这当然佫有足侪其他咱爱去处理还是啥吧，可能是安尼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主要咧读的这个洪秀老师的第2本册，咱来读读，就暂时先读到这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官网读网分享网交流。安尼今日读到这咯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